这回这丹那市风台伫中南部是造成真大的损失。农业部公布上新的统计，目前这农损已经超过10亿。另外呢，这家己的布地就是风台入来的所在，毋那这岸边全家拢互拍起来，就连蚵仔饼甲温室的菜色嘛拢互吹海去。这农业部表示，农业处表示讲，这渔业的损失是有1亿8千多万。布地渔民的船甲白仔，拢因为风台海涌拍起来伫渔港顶面的布花。当着饲蚵仔、乌饼仔，嘛拢互风扇到岸边。即个风台扫过家己县政府农业处统计，饲蚵仔、乌饼仔有9500平，佮有350公顷的倒饼仔，甲40外只的船仔，拢因为风台来损害。即只船吼，拄做转啊无偌久停伫遮啦，即马风台来降安尼去啦，看遮了偌济啦。袂落水啊，就去风台拱去啊啦。在渔港内这停泊的渔船、渔筏被打上岸还是翻覆的情形那我们现在初估有42艘来受害，除了之前已经有2成收成以外剩下的8成以上大概都有受损的情形。那整个损失的金额达到1亿8千多万元。除了沿海地区的船只甲蚵仔以外，家己阁有真侪所在农业设施嘛，因为风台的关系来歹去，亲像应材主要产区新港乡，都有真侪温室歹去或者是倒去。农民希望政府会当斗相共，减轻因的损失。整个你若干那硬体部分，大概差不多10千万左右。这就不爱看咱中央会当讲甲农民斗相共一个无安尼无咱嘛无法度。就报名仔来啊，去互拆嘛，毋知有落来巡，巡都互拆伊咯啊，人嘛嫌着伤嘞。足侪顶悬的塑胶篷布，拢总加歹有规则拢倒位的所以这届是新港这灾害温室的部分非常的严重。嘉义县政府的统计表示，这届农作物受损的面积计共要1730公顷，损失的金额是2亿600多万左右，加上畜产的7千多万，渔业损失的1亿8千多万，计共这届风台带来的损害超过4亿6千万，会赶紧完成灾损的统计，向中央提出经费的需求甲复原计划。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